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腦 Best， 我係 Dr. Mark， 每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同大腦相關嘅一啲有趣研究。為什麼我的孩子老是在超市躺着尖叫？是我沒教好，還是他腦子有問題？等我話你知啦，呢個大腦嘅核電站熔毀嘅機制係點？耶魯大學咧曾經用 functional MRI 咧照過300個喺度尖叫緊嘅小朋友啦，究竟佢哋嗰個大腦發生緊咩事？佢哋發現咧個杏仁核嘅血流量增加咗300%，但係與此同時咧，我哋嘅前額葉區咧就凍過水啦，我哋嘅前額葉區得翻正常嘅活躍度嘅30%。呢個時候咧，家長嘅腎上腺素一定谷到爆表㗎啦！呢個時候一定要記住咧，呢個黃金5分鐘法則，即刻咧踎低，同小朋友嘅視線咧保持同一個水平，然後出一支我叫佢做迷走神經啟動器，你見到好似係支筆咁樣，就喺我哋嘅後頸嗰度咧畫一條直線。點解要咁做咧？2018年嘅時候咧 ，UCLA 咧曾經做過一個實驗，佢證明咗咧，其實嗰個溫度改變去刺激我哋後頸嘅呢一個皮層咧，其實喺0.3秒鐘之內就可以將我哋杏仁核嘅溫度咧降低1.2度嘅。更加有突破性嘅發現咧，就係當 BB 尖叫嘅時候咧，佢一個鼻嘅周期咧就會鎖死咗喺佢右邊嘅鼻哥窿，佢呼吸嘅時候咧會增加呢一個嘅焦慮嘅激素咧多38%。即刻跟我做呢一個動作，叫做左3右2嘅快速按壓嘅技巧，撳住佢個鼻哥左邊，跟住咧調整佢嘅呼吸啦。當小朋友喊到極點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喊到冇聲㗎嘛。咁你就 hold 住佢吸氣嘅時候咧，就撳住佢一邊左邊嘅鼻孔，數住佢嘅吸，跟住放，跟住再撳住佢等佢吸，再放，跟住第3下吸完之後轉右邊，左3右2。嗱，呢個唔平衡嘅刺激咧，其實咧就會引發佢嘅副交感神經嘅反應啦。2016年咧，啲呼吸醫學嘅研究發現呢一種唔對稱嘅按壓咧，可以喺23秒鐘之內咧，就將佢血液含氧量嘅飽和度提升4.7%。咁呢個咧係一個非常快嘅呼吸重置嘅一個方式嚟嘅。2020年咧，醫學期刊 Neuron 所以曾經出咗一個好重磅嘅研究，佢話當父母面對小朋友尖叫之後嘅37秒之後咧，先至回應佢咧，其實佢個大腦咧就會出現一啲叫做孤兒素嘅荷蒙咧，就會令到我哋嘅皮質醇咧留喺個大腦度多47分鐘。咁如果能夠7秒之內回應嘅話咧，佢話喉嚨嗰度咧哼一啲低頻嘅聲音出嚟回應嘅話咧，就可以減少咧9.3分鐘嘅呢一個皮質醇嘅殘留，所以大大咧減低小朋友可能喺喪喊嘅一個時間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頻道嘅內容嘅話，歡迎大家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